来关心台中市政府的官方网站，伫昨早是熊熊各项袂顶袂当，网站是停要6点钟才恢复。市府是解释讲，这是资料库在定期翻新，也毋过超过时间。伫这段时间，民众是无法度伫网络顶头办业务，大省事先嘛拢无人通知，这是引起批评。网页当得更新这几日，就放伫网页内中，就敢若伫下骹提供一撮会当收看市政会议的网址。台中市政府的官网16早起8点歹去啊，想要伫网络办业务的民众看一个网面，毋过关系去现场办的就讲无差。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是要用网络操作，交燃料费或者是交停车费的部分，就没办法做。对，没有影响啊。我还是要来现场这样再办的，比较习惯现场。对啊。实际上，伫市府服务以柜台线顶申办预约，网页是显示讲出一寡问题。台中市数位治理局讲，官网16是咧做定期性的资料库的 update， 资料的备份是超过2个月时间，但是因为拄着市政会议，阁是2个新的副市长拄就任，才敢若提供线顶放送的网址，造成无方便真歹势。今日上午，市府官网因进行定期性资料库更新，影响网页服务约6小时。目前官网服务已恢复正常。对于市府官网资料库更新期间造成民众不便，数位局深感抱歉。过去其实即便是它系统架构比较旧的情况底下，大概也都是6礼拜天，或者是说在一个连假的这个过程里面，才去做一些资料库的更新。平常日的上午这个东西其实的确是比较少见，你的时间点选的也不是很好。学者讲，一般企业官网资料库的备份，大多数拢选伫半暝、拜6礼拜是连假的期间去做。即卖备份的技术已经真好，应该袂互服务规个档期。台中市政府强调讲，未来更较严格去预估作业的时间，也是安排伫假日做维护。官网伫下晡2点已经恢复运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